惜时情谊，说断就断，下手毫不留情。你看见了，看清楚了，这就是我的下场。不是一再的退让就会有好结果的。碧瑶，我要你记得，一辈子都记得我肩上的这一道伤。你的伤在身上，他的伤或许是在心里。会下手打伤喜欢的人，内心也一定非常难过吧？碧瑶，这不再是你们儿戏嬉戏的打打闹闹，你知不知道，在100年前，任督们和长生堂彼此离心，明日一旦开战，必定会左支右绌，难以驾驭。宗主，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，我只怕拖得久了，会夜长梦多。你别忘了，我们还有最后一颗棋子。萧逸才没有多大的作用，3番2次，仍未取到诛仙剑。青云上下，能够请动诛仙剑的只有道玄一人，可现在他身负重伤，根本没有办法驾驭诛仙剑。明日，我们当倾尽全力攻击通天峰。5卷天书已得其2，张小凡身上还有1卷。此次若不能把诛仙剑中的那1卷天书取出来，复活兽神的大计便得提前启动。事在人为，只要明日宗主能够拿得下通天峰，诛仙剑我亲自去取。哎，小凡，你说曾叔叔怎么知道这里有密道？不知道害死我多少弟子。说的是啊，那个幽姬只不过是受了一点轻伤，而他那宝贝女儿，哼，半点事都没有。说到那个臭丫头，我就来气，在孔桑山，要不是她勾搭青云门那个小子，于都城怎么会落入敌手？鬼王对那个小子也另眼相看。
真不知道他是站在哪一边的。听说在流波山中，他还当众宣布，让张小凡当他的。我看这件事吧，还是得从长计议。虽说现在青云大势已去，但是在山上的也不是省油的灯。不如等到明日，鬼王攻山之时，我们躲在后头，光出声不出力不就得了？现在上山，这黑灯瞎火的，又是何苦呢？我就知道，老弟你是个奸诈狡猾的家伙。独兄，我可是为了你好。你这么晚来找我，不也是没有拿定主意吗？我看还是等到明日，看鬼王有何计划，我们再做打算。时辰不早了，早点休息吧。又是你们！手下败将，回去练功了吗？小心，他身上有兽血。你先走。颜如玉，哎，雪姐，你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你也进去找书了？我只是想找几本剑谱，哪像你呀？哦。那这么说的话，你知道我在找什么书啊？这等了一夜了，天都亮了，他们怎么还没出来啊？对方竟敢孤身涉险，必定另有目的。你带上人搜索全村，一定要找到那个小子。是。又是秦无言。你想干什么？你想报仇？现在不行，大局为重。金玉和小凡多半是被敌人发现了，也不知道有没有落入敌人手中。应该不至于吧？天已经亮了，他们应该是躲在什么地方，不敢出来，怕打草惊蛇。那现在怎么办？还是按原计划进行。走。这个是我在于都时为了开水滴研制的火消神石粉，一包顶上百包炸药，只要一点点就能把敌人炸上天。但是呢，需要用这个法宝灵力来点燃。你把这个东西啊放在村子里面魔教弟子聚集的地方，先做好准备，咱们再伺机引爆。哎，雪琪，千万小心。
笑了。师兄，掌门师兄伤重如此，而七味蜈蚣的毒还未去清，这么下去该怎么办呢？昨日魔教率众攻城卫国，依我看，过不了多久，他们定会卷土重来。苍松放毒，重伤了掌门师兄，更是杀害了天云师弟。但是他在逃离之时，并不知道掌门师兄的伤势如何，哀兵士气，势不可挡。虽说天音阁跟焚香谷已经离开了我青云，但是如若魔教再犯，一定会迎来我青云上下玉石俱焚般的抵抗。是以拖延最后交战的时间，让他们身心疲惫，时间一长，人心涣散，自然无力再战。只是他们并未知道，掌门师兄受伤如此严重，否则的话，他们定会携全教继续攻上山来，到时候胜负未必可知。依我看，要破此局，要寻求外援，内外夹击，方能破其实力。
我提起过你，于都定海庄之时，你曾救过他，在此，我先向你谢过。哼，100年前，你攻打我们师门，被我师祖打成了落水狗。这100年里，你的双手沾满了多少人的鲜血？你，还有你，你们这群亡命之徒，迟早有一日会死在诛仙剑的剑下。好啊，我倒是想看看，是我们死在青云门，还是青云一脉尽死在我万古噬心虫之下。待我攻上青云，我一定会好好的折磨你师父。哼，你现在就可以去找我师父了，他和你们已经是一伙的了。果然是苍松的弟子，胆识过人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呐。和他一同前来的还有张小凡，只是不知是何用意，又逃去了何处。想要他开口还不容易，交给我。这个人与我长生堂有深仇大恨，定海庄一事，与鬼王宗的嫌隙全是因为他挑拨而起的。不如把他拖到外头，拿他的头祭旗。哎，此人我留着还有用，还请二位稍安勿躁，我会做出另外的安排。大敌当前，老兄，你留他做什么？是想扰乱军心呢，还是留他当人质？这个就不劳您操心了。我说鬼王，外面都说你心爱青年才俊，一个张小凡也就算了，如今又要留他的性命。我说，你究竟想招几个女婿啊？这里我是盟主，既然决定的事情，就不必再多说了。二位，请吧。你想杀就杀，想招揽我，别痴心妄想了。我在你身上感觉到了兽神的力量。到底是谁在你体内注入了兽神之血呢？让我好好想想。是我师父。是他？我从来没有听他提起过。鬼王，即便我青云出现了叛徒，但我青云门绝不容你小觑。我向来敬佩青云，因为青云是这个世界上我唯一的敌人。只可惜当年天成子掌门死后，万剑一被囚，青云就再也没出过英雄了。苍松潜伏青云多年，早已将你们门中之事事无巨细全都告诉我了。果然，这全部都是你的阴谋。不过你身上的兽神之血倒是个意外。眼下青云已经不再构成威胁了，只可怜道玄一世英名，竟落得个身中剧毒、性命难保的下场。我不杀你，也是看在兽神之血的面上。告诉我，张小凡在哪儿？我不知道。我总有一天会找到他的。你死心吧，小凡不是苍松，他永远不可能会屈服于你。小凡，小凡，你不是埋炸药去了吗？怎么还在这儿？鲸宇呢？鲸宇被抓了。
应该就关在这个书屋里。鬼王的联盟就会一致对外，所以我们必须在他们攻打青云之前，想办法离间他们。昨天晚上我听到了玉阳子和毒神的对话，其实他们人心不齐，各怀鬼胎。只要离间成功了，我们就可以瓦解这个联盟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？我们分头行动。首先呢，我们要先从万都门的弟子下手，一箭双雕。朋友，自于都初见，我便知少侠是个黑白分明之人，没想到如今也心存宽恕之意。金老板的行事为人，并不像炼血堂、万毒门那般心狠狡诈，你我之间没有怨恨，何来宽恕一说？金老板，外面的人都在打得你死我活，没必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。说吧，究竟有何其目的？鬼王让我来杀你，提你的人头去见。那就动手吧。你不相信？鬼王始终提防着我，知道你对我有恩，所以特意派我前来取你性命。少侠，望你莫要怪我。我怎么可能会怪你呢？
正道中人行走江湖，仗义救己，从不求回报。况且当年救你，是因为你心怀仁义，使我辈同道中人。同道中人，未免也太抬举我了。若有来世，再当同道不迟。多谢。走。我说怎么成天见不到你呢？居然躲在这儿！不请自来非礼也，请你出去。游姬，听说你受了些伤，不要紧吧？谁打的？哎呀，你看看你，我是特地来看看你的伤情的。伤到哪儿了？背上。你不走我走，我去找碧瑶。何必要打扰他们小两口呢？你什么意思？我方才过来的时候，已经让我的徒弟无言去陪碧瑶了，让他们好好说说话，免得打扰我们俩叙旧。谁要跟你叙旧？滚！你看看你，不日我们就要成为儿女亲家，你怎么还是这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态度？毒神，我告诉你，碧瑶是不会嫁给秦无厌的。你们万毒门的厚颜无耻已经突破天际了，死了这条心吧。不是秦无厌，怎么？就凭青云门那小子？哼！我实话告诉你吧，这次青云大战，无言会亲手解决掉你们鬼王宗的女婿。他死了，我们两家就有儿女之谊了。好啊，你还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你还真以为我怕了你不成？没拿到该拿的东西，就被那张小凡给拦住了。关你什么事？事到如今，你还在犹豫不定。对他们来说，你已经是敌人了，难道你还想手下留情？你让开！碧瑶，我不能让你再去青云门。谁说我要去青云门？是吗？你骗不了我。你要是再贸然行动，一定会落入敌手。为了我们门派着想，哪怕动手，我也要拦住你。你还是照顾好你自己吧。我答应了你爹，
明日会跟鬼王宗一起行动。找到张小凡以后，我会亲手杀了他。我不会让你伤害他的。事到如今，你最好仔细想清楚，是站在你爹这边，还是去帮那些跟咱们斗了上千年的敌人？秦师兄，秦师兄，师傅和鬼王宗的人打起来了。想不到圣使还和当年一样的脾气，话说到一半，居然发这么大的火。在下究竟是怎么得罪你了？是害羞吗？毒神，我是看在你万毒门与我鬼王宗联盟的份上，对你多番忍让。你若再恬不知耻，休怪我把你的丑事说出来。男欢女爱，阴阳调和，此乃天下万物化生之真谛，何丑之有？鬼王宗对万毒门素来抬爱，就连自己唯一的女儿都要嫁过来，到时候3媒6聘，哼，先嫁碧瑶，再嫁他的亲姨，岂不是皆大欢喜的好事？住手！师傅，你没事吧？右翼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鬼王兄，我本是出于一番好意，想替圣使疗伤，可万万没想到他竟然是非不分，恩将仇报。哼，看来宗坛是容不下我万毒门了。爹，万毒门那些废物简直无耻至极，没安好心。闭嘴！哎呀，连鬼王之女也如此侮辱我万毒门，留此何意？我们走。师傅，好了，且听我一言。毒兄，过不了多久就要与青云决战了，何必在这个时候起内讧呢？哼，鬼王，朱雀圣使可是你鬼王宗的人，怎么解决？给句话吧。回去约束好门人，不可与毒兄再起争执。是。宗主真的要带那一群乌合之众去和青云打吗？只是让他们冲在前面而已。怎么了？有问题吗？毒神那个老怪物说什么让秦无言去娶碧瑶，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我从来没有答应过他。碧瑶喜欢谁，你跟青龙心里不是一直都很清楚吗？你没有答应，但你也没有反对啊。宗主，你为什么要让自己的亲生女儿当这个筹码呢？够了！大战在即，你还指望我再次对张小凡手下留情不成？你们一个个都这么感情用事，万一道玄出手，局势只会变得更加凶险，内忧外患。此时除了秦无言，还能指望谁来保护好碧瑶呢？既然如此，盟主就自行决定吧，好自为之。分头找。
张小凡，好久不见了。好久不见。救命之恩就算还清了，你我在此别过，天各一方，有缘再会。你不要再回去了。金平儿，你为何不改投正派？这天底下这么大，总有地方可以收留你。小凡，叔叔还有我，大家都不希望你这样杀来杀去的。我和你们不一样，我不只有自己，我还有姐妹们，我还有我的责任。我知道你对锦绣坊有责任，回于都去吧。这一战如果是我们赢了，我可以代替叔叔向你保证，以后你不会再有任何的危险，也不要卷入这正魔之争里面去了。可是既然已经来到这儿了，就回不去了。小心！天热了，现在动手吗？金瓶儿不能不救，还是我去吧。他是为了救我被抓的，还是我去吧？魔教那边我还是比较熟悉的，还是我亲自去一趟吧。叔叔，你跟师姐一起去引爆炸药。我还有些事情要做。那金宇跟师姐去吧，完事以后在这里会合，大家要小心。小凡，你要去找碧瑶吗？碧瑶一定会保全金瓶儿的性命，而这一次是我跟她最后的了断。师姐不要担心，无论如何，我都是青云的弟子。这次结束以后，我们就得回山了。如果青云一战胜了，我们一起回于都吧。像之前那样，在河边放一盏水灯，说说话，喝喝茶。一念成执着，沧海。
变荒漠，轮回中，我像飞鸟经过，记忆。